乡警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的三重埔伫昨昏是发生一件家庭悲剧，一口罩3个人拢死亡。43岁生老的女性，那亲像是先互伊的翁婿抬死，因为伊的翁婿是搁带也未1岁的后生赛车出去。警方找到人的时，爸仔囝拢已经死伫车内。救护人员为三重埔一间公寓，甲43岁姓刘的查某人扛出来。因老母伫咧车到下晡5点外倒去厝里，发现伊倒伫咧涂骹，规身躯全血，而且真侪大去倒扑着伤，事件是咧赶紧报案。刘女母亲于返家以后，发现女儿倒卧于地上，身上有多处的刀伤，经急救以后，于本日的18时39分抢救不治。这个姓刘的查某人，浑身顶包括胸坎、颔棍、腹肚甲脚趾片，拢总有7个所在互倒扑着。送病院了后，又是救无倒来。也若甲伊带做伙的翁婿，也就是姓廖的查甫人，已经带伊也无甲1岁后生逃走。警方调监视去找人，暗时啊，伫咧阳明山马祖桥骹，发现这个姓廖的查甫人甲因后生伫咧车底，不过拢已经死亡。远警调阅监视器，周遭的监视器循线追人，在台北市北投区马槽桥下，发现刘女的丈夫廖男以及其小孩已经沉尸在车内。详细的案情，本分局仍在厘清中。警方初步监视，排除外力介入。姓廖的查甫人那像是甲囡仔挟持了后，才搁自杀。一个伙仔3个人的性命就伫迄天结束。因为这个姓廖的查甫人涉嫌重大，警方还搁继续调查详细案发的原因，还搁有作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也来针对台南区会理事长林树杰伫门口互枪杀死亡这个案，行政院长杜永泰即嘛是甲这个案件列做上紧急重大事件，要求爱赶紧破案。另外嘛已经要展开全国的扫污。也若针对尸体解剖了后，鉴定报告是显示讲林树杰是着11枪，5枪伫胸坎，是无名主要的原因。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初白透早伫因兜门口，去互近距离开枪大死。台南地检署会同法医，将甲遗体再去高雄殡仪馆做电脑断层扫描鉴定，发现部分的枪支要伫林树杰体内，结果再转去台南殡仪馆做解剖鉴定，还佫有空喙甲弹道的比对。规个过程经过4点钟，初步判定林树杰着11枪，其中5枪透过胸坎，造成2粒气伫体内出血死亡。发现林姓死者遭枪击共11枪，初步研判其中5枪贯穿死者胸腔，导致双肺血胸而死亡。详细死因仍有待法医研究所出具报告。歹徒放火，甲作案的车烧掉，要来灭证。专案小组初白暗时嘛，伫咧高雄找到另外一架那像用来逃亡的车，已经透明偷转去台南搜证，无排除这个歹徒已经向南部逃走，甚至逃走出国。第2辆车确实有掌握。但是目前我们仍然在厘清调查中，身份上面有没有掌握这边部分，因为是属于侦查中所以没办法跟大家报告。所以至于说后面说不说是已经出境这个东西，基本上我目前来讲，我们都还在调查中啦。过无几天，就要退休的台南市警察局长廖宗山，想要到任内上尾发生重大刑案，伊讲有信心会当抓到歹徒，甲伊逮捕归案。现在警方展开大动作扫污。因为这件重大抢劫命案，行政院长杜永泰已经请相关的单位汇报，展开全国同步扫污掠贪的行动。同一个时间，嘛，把这个事件列做是上界紧急重大事件来处理，要赶紧破案。记者综合报道。也来台中丰原警方7月7日暗有掠到一台擦拉车，嫌犯是吹油门要绕跑，警方约20多公里，伫沙落一条无尾巷，甲嫌犯围起来。嫌犯佫赛车想要弄警察，警方有开24枪，嫌犯的骹腿着枪，才互掠到。嫌犯甲车驶入去无尾巷，发现走无路，就随便去弄警察。警察赶紧闪开，才无去互弄着。嫌犯佫想要弄第2届，警察随开枪反制。警方对车链连续开24枪，佫用巡逻车甲路挡掉咧，总算掠到人。不过嫌犯这边的骹腿着枪，随上病院，4个警察嘛拢有侧伤。我们也有受伤，有受伤啊，可是我们要等那个。对，我们手也都受伤。沿路开，没有在这里，都在这里开。还撞他们啊！车边暗时11点左右，台中丰原的警方接到通报，讲有看到这台互人偷驶走的车，后来伫新港出现。这个姓郭的嫌犯一看到警察，就随驶车逃走，尾也驶到一直沙落大的所在，煞掉伫咧无尾巷，就安尼驶车弄警察。
他想要往那个地方冲，但是那个地方是死路。他好像冲了一下，然后又倒退，然后警察开了好几枪。柯姓犯嫌见无路可逃，所以开车冲撞下车盘查的远警，但远警仍奋不顾身，奋勇向前，将犯嫌逮捕归案。警方表示，嫌犯阁牵涉几件案件，目前要伫病院咧戒护。信闹的依照妨害公务、杀人未遂、佮窃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台中报道。也即阵诈骗是满满是，有嫌犯假做亲戚朋友叫你投资，有民众就险险哄骗上百万。另外，即摆许多学生囡仔会去找头路做散工，就爱设置唔通变做诈骗集团的共犯。新北的警方有抓到一个未成年，才17岁尔。伊讲伊是许多想要找头路做散工赚所费，工课内容是替人领钱，想讲是轻轻松松，无想到变做诈骗集团。连一个合约书籍都没有。一名惠林人到柜台，就急便领900万，讲要摕伫投资医疗器材。也毋过警方发现，惠林人问伊啥物拢毋知影，可能含伫要看卖我是啥物人会假做亲友的诈骗。4、5笔好几百万，超多网络银行人家转走了。警察一边组织诈骗，打诈也无停，抓到一名查甫人，伊的金融口座连续几啊天有几啊笔的现金转入佮转出。台北警方发现伊涉嫌卖户头，赚2500块，提供诈骗集团人头户洗钱。这个行为啊，不是诈欺啊。一名穿白衫的查甫人向上靠控制，新北阁抓到诈骗集团车手，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人也是未成年，罗网17岁少年，讲是休热做散工，一摆头一摆就工。查获2名前来面交的车手，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诈骗案件的犯人敢若是6月，加求这通报道有76件。警方为顶个月开始，也接到女大学生落伫休热做散工的陷阱，即马搁较有未成年误信休热做散工，谎称去做车手。少年人求职爱势利。我们要收集检视公司的资讯，还有职缺的征文。那另外我们在面试当日，请注意，我们面试当日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趁着休热放假时间，趁一寡所费，为伫厝上班、轻松工作，拢是风险关键字。万一一时无发觉，那是可能互骗钱，严重也可能沦做诈欺组织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西南风，同款是高温协助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拢有33度至36度，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咱全台湾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伫台南甲屏东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也伫湘北、彰化、云林甲高雄拢是黄色的灯号。嘛要提醒乡亲，若是有伫出门在外伫户外，一定要会记得加啉水，避免热伤害。过到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也有山区拢有西北风，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雨卖较粗，落雨范围卖较大。也若伫大台北，也有各地头的山区有局部大雨，若是出门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即马天气遮烧热，无开冷气实在是挡袂牢。结果伫昨昏要晚到11点51分，金门熊熊大失电，有超过4万户受影响，阁有7个民众掉伫电梯内，家仔拢有救出来。台电表示，这是因为塔山电厂设备故障，也伫昨下晡1点49分，金门已经恢复送电。另外，透中岛失电的阁有高雄，高雄有4个行政区大约停电停9分钟，影响2万多户。等一下，我确保你安全再出来，不然你要怕突然送。马上出来哦，跑出来，快点，快点！电梯门总算互消防人员拍开，了伫内底民众规市区5个赶紧出来。金门车到中昼11点51分，突然发生大停电。金湖镇、金城镇、金沙镇有7个人掉伫电梯内，好家仔拢平安救出来。人有安怎无？无，就是内底无空气就对啊。受影响的也有上日机场甲小三通水头码头。大批旅客排队等咧过安检，海巡人员也赶紧协助。那海空运输受影响，外口的道路交通附近也拢停止。
红菜顶袂光，车辆拢驶较慢，都惊一个无注意发生事故。因为停电的时间活中到，天气烧热，无电通用的超商店员赶紧将门拍开，用开成下风线的1个店家怨叹生意被迫暂停。不能做生意啊，生意不好做，生意不能做不下去啊。刷卡机也没办法刷卡。民众一直喊正中昼天气烧热，佮拄到无电通用生活特殊待乱。即摆停电范围包括大金门、小金门，有40703户受影响。台电表示，是因为塔山电厂设备故障，经过紧急抢修，下到1点49分已经全部复电。塔山电厂配电厂有一个那个高压配电盘，一个 PT 跳脱这样子，造成的一个事故。那里头出现跳电，本岛也有状况。高雄市凤山区、小港区、大寮区、前顶区伫中昼12点22分传出停电，影响20248户。伫12点31分全部恢复供电。不过因为停电，原本伫百货公司想要耍游乐设施的民众也无法度耍。他们已经坐在上面，然后但是因为停电，他们就被叫下来。对，所以你们也没有玩。对啊。高雄供电区营运处向民众回息表示，因为生产商换设备的时接线无好，造成变压器保护电液跳脱，会深刻检讨，要求强化人员风险管控能力，来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提醒乡亲，即马流感疫情正在增加。疾管署是表示，有一个17岁南部的查某学生，为着 A 型流感引起心肌炎不幸过往。另外，新冠疫情嘛在加悬，顶礼拜国内有新增加99个死亡的案例，阁有126000多人次去互医生看。按算近2礼拜新冠疫情会达到高峰，所以嘛呼吁民众，若是会当，就要赶紧去注意防晒。新冠疫情继续升温，国内顶礼拜新增加99例死亡个案，含前一礼拜比是增加55%。当中的个案内面有一个是无到1岁的查某红婴仔，是早产的囡仔，无做过疫苗。这月初发烧、咳嗽、流鼻水去看医生，后壁袂喘气，无想要食活动力降，快开始较紧。就人工显示肺炎，搁在大医观察。上周的一个健保及门诊的就诊人次大概是126000人左右，那也就是大概有5万人到6万人左右的人感染的一个 COVID 的一个病毒。我们预测呢，在7月中旬之前呢，COVID 的疫情呢会达到高峰。疾管署监测，目前国内新冠主要的流行变异株是 JN.1 和 KP.2， 拢有免疫逃脱性，传播力较好。目前国内即马有的 XBB 疫苗，同款有4成的保护力，呼吁还未做的高风险族群，嘛是要紧去做。另外，国内流感疫情嘛，搁在起哩，顶礼拜搁增加56例的流感重症，21例死亡，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敢若10多岁。住院的过程中，他的意识状况一直没有改善。那此外，他有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那所以是在大概住院后1个月，那还是因为这个流感，然后并发了心肌炎跟多重器官衰竭和败血症而致死。疾管署呼吁讲，即马当时热旅游的大月，观光景点人是真多，到人多的所在嘛是要注意手的卫生。出现类流感的症头都要加注意。另外，国内长病毒的疫情嘛，搁在流行期，5岁以下的红婴仔和囡仔是高危险族群，若无细致话，着家长要特别观察。若有一直困、活动力降，才会当前征兆，都要较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新北市南口有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查某学生离家出走，家长赶紧报警察。加在7月初8时已经有找到。这个囡仔是讲，伊想要脱离爸母的控制。因若伫找无人的这段期间，伊有和爸无共款的、无共查甫囡仔有接触，佮带人兜同齐出去佚佗。这爸的收留这个查某囡仔的查甫，即马嘛拢互警方送去侦办。来关心中国时报，澎湖的海巡6月23有查口走过界来讨海中国无名渔船含死的船员，昨昏甲因换新台票30万了后，即马人含船拢已经甲因放走啊。因为过去拢是扣留差不多1个月以上，即届无2礼拜就放人，互外界解脱是咱的海巡提出善意，希望中国嘛会当赶紧放大进湾88号的渔船。来看联合报。司法院宪法法庭今日下晡2点，会针对总统府、行政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还有监察院去申请的国会改革法案暂时处分来开庭进行准备听书。立法院最近嘛有去申请要求大法官柯宗力、柯志雄爱回避，不过宪法法庭伫昨昏拢已经驳回。
继续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进前咧做桃园市长的时，即嘛是防指控涉嫌土地弊案，法院一开始是甲裁定500万交保，验过检方不服有提起控告成功。昨昏再搁开一届羁押庭，法官即届是改裁定1200万交保，验过检方同款不服，当庭提出控告。面对记者问的问题是啥物话拢袂讲，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表情真严肃，直接上车就离开桃园地方法院。郑文灿继续伫桃园市长的任内讲入土地弊案，桃园地院初九第2摆开羁押庭，4点钟庭审裁定1200万交保，限制自己出境出海。郑文灿第1摆是500万交保，这摆阁保700万，大约20分钟内钱就传出来，律师完成办保。郑文灿伫法庭强调讲，牵涉的这500万不是收乌钱，是因为欠租金，甲大叔借500万。地院法官认定无羁押的必要的理由是，即马共案的被告当地押，而且郑文灿卸任市长已经真久，羁押的原因不是袂当用其他的强制处分取代。检察官认定院方裁定人事用法不当，当庭就控告。离开法院的时阵无加做回应。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讲，任何人涉及不法都应该全面侦办，嘛希望司法事件会当较早来厘清。不论党派，不论何人，只要涉及不法，都应该全面的侦办。这个是政府基本的态度。面对郑文灿佫一摆得到交保，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是回应讲，当有严格的廉政体制，尊重司法调查。民进党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廉政体制啊，本来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尊重司法调查。郑文灿作为一个嫌疑人，在外面任何1分钟都有可能有串供的可能性。另外，洪解脱讲，郑文灿洪调查是派系的斗争，可能去冲击到绿营2026的布局。林佑昌回应讲，即马阴谋论真侪，唔免去插，不管什么案件，拢会照已经有的机制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汉光40号演习会伫7月2到26来举行，这回会进行无剧本实战化的操演。国防部伫昨昏有公布演练的重点，总统赖清德嘛头届穿兵仔衫去勉励国军。这次的备章是以盾形搭配3军的武器装备，结合捍卫民主的主题，代表我们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礼拜前，国军备采后总统赖清德伫基隆横地出现，也是第一位参加汉光演习进程精神战力指挥3军统帅，也替外宾加油，佮强调政府继续强化国防甲部队侵战力，来守护台海和平。是要靠自己实力所建立起来的真和平，而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自己防卫的力量啊！所以各位每一天在执行勤务训练时所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国防部初九公布，汉光40号演习规划，为2到24点钟一直演练，目标是无剧本实战化执行战略保存整体防空联合战局、联合国土防卫甲全社会防卫等5大阶段甲科目。重点有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联合作战计划甲新版的交战规则 ROE。大兵手头也提到 ROE 小卡片的内容，主要是规范可合法攻击的目标。使用武力所保护的对象，以及部队的特定任务的赋予等。正面的第4栏有一个就是特殊任务的交战规则，其实这一个我们是授权给所有的作战部队的第一线官兵，来依他这单次的任务来进行一个填选。配合汉光演习办演习，也为2到25照顺序伫中部、北部、东部到外里岛甲南部地区实施。时间是下晡1点半到2点。人车管制佮同时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手机啊，高警简讯。也第1摆伫各重点地区，严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在台协会面册伫昨昏有公布新处长郭立坚上任的相片。郭立坚是希望，互美台两国关系会当愈来愈在、愈来愈拔。伊是第3届派驻来台湾，嘛是台湾竞赛。28年的外交经历，针对促进美国伫印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安全，伊是正拼势的推动。
美国在台协会面册稿曝出，行政处长郭立坚就任的相片向镜头握手，也甲副处长郭杰明结群，表达希望和坚定的美台东盘关系更加深化。其实郭立坚已经不是头一摆派驻台湾。过去3年来，有太多的成就都让我感到非常骄傲。3日前卸任 AIT 副处长的时，郭立坚典型认同的中文，因为伊伫2002年到2005年期间，捌担任 AIT 台北办事处政治组副组长，2018年到2021年，佮伫 AIT 担任副处长。伊的家出身台湾，所以是台湾囝婿，伊有28年外交资料，精通中文甲日文，捌外派日本、中国、菲律宾，对于促进美国伫印太地区的外交、经济甲安全交流真拍拼。When we talk abou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we often use the phrase real friends, real progress. That me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sincerely invested in each other's futures. 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头一摆针对国家安全甲国会外交政策发表公开演说，并且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会全力推动抗中法案。佮讲美国关心台湾安全，主因是半导体。For no other reason, one word, semiconductors. If China takes Taiwan, imagine China being in charge of almost all the semiconductor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It's an unimaginable prospect. And so we defend freedom of people. We stand for freedom. The nation of Taiwan is important to defend for all of its merits, but it also is directly in our economic interest, our stability interest. 强生指出，确保中国无反台，也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利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根据咱国安局的统计，对去年到今，已经有51个咱台湾人入境中国的时，和中国去查，即马这人数有增加的趋势。另外，中国伫进前嘛对外表示主张台独会判死刑。路透社就报讲，即马有一寡中国的外资企业，卖烦恼讲家己台湾员工无细致就去违反规定，和中国去按罪名，所以有开始在咨询专家的法律意见。去年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5位的国人在进入到陆港澳的地区遭到中共的拘留审判。那另外有51位的国人在入境的过程当中遭到中共的留置巡查。那我们觉得案例有增加的趋势。中国去年制定反间谍法，今年佫有订改台独22条，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安局表示，台湾人入境中国防留地巡查的数量有增加。陆委会6月也甲中港澳的旅游警示灯号提悬到柑仔色。国安局表示，捌伫政府部门做事、参与公民行动，科技人员风险拢较悬。曾经在政府部门服务过，特别是我们的国安系统或军警部门，参与一些相关的公民的团体的活动，那可能有涉及到对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批判。再来是曾经在高科技产业，那有涉及到高科技机敏科技，对机敏科技的。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因为中国这寡新的规范，有一寡伫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烦恼家己的公司员工可能无意中踏着中国的红线，开始咨询专家的法律意见。法律专家认为，中国一贯的手法就是用无清无楚的法条，限制中国人威胁台湾人，甚至拖到连外国人的行动言论都想要控制。这套东西是一直是中国跟对香港国安法跟那个最近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香港一模一样的东西。中共的集权的秘密就在于它不确定性。他不可能把东西写确定，这种情况是创造个极高的不确定性。长期关注香港、台湾人权议题的律师宋波表示，中国当然透过立法向外宣传这寡方式，大力推塞台湾属于中国的观点，而且看过其他意见的声音。宋波建议政府咱要有方法，共款大力向外反驳中国的意见，唔通互国际上只存中国的声音甲观点。记者郭郑俊由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第2大淡水湖洞顶湖放气，经过抢修伫7月7、8暗，即马总算已经甲伊踢起来。严格即马积水有超过2亿桶，要排几了10天才排了。现在是8号晚上10点半左右呢，就在刚刚这个华容团州院1线堤防是完成了封堵河龙的工作。甲放气的所在保护物，对爆发内底排积水，甲灾后中间有帮助，嘛对减轻第2道风线，也就是集团迄搭爆发的压力有帮助。现在这个水流有点比较急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慎重的往前推进。目前爆发内底的积水有2亿1000万立方公尺，水若排了伤强，爆发的安全可能会有问题。水位降低幅度建议一天莫超过30公分，12天差不多会当排出1亿6400万立方公尺的水。主要是由这个石块来形成的。
它本身呢可以起到一个挡水的作用，但是呢，它防渗的这个性能要稍微欠佳一些。使用大型的垫排和基排进行排涝。另外一个呢，就是等到外湖的水位下降，与院内的积水形成比较明显的反差，而且稳定之后，再在堤防上面开口，让这个积水能够自排。根据新华社报道，中港中游主要的9公段，花阳湖区甲洞顶湖区的江河湖库水位目前也是较悬。加在因为是好天，对防止做大水有帮助。不过，爆发经过一段时间拢浸伫水底，伫退水期的时阵，爆发的安全也是有真悬的风险。也若刷落来10天，当港流血有可能会出现连续性的降雨，爆发的工课也是要真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国年底要举行总统大选，即马面对党内要求退选的声音，美国总统拜登伫礼拜时又发布要互民主党同同僚的公开批，伊阁一摆强调伊绝对袂退，伊嘛呼吁讲民主党一定要团结，才会当拍败前总统川普。白宫即马嘛对外解说，拜登的健康无问题。这份长2页由拜登亲自签名，对民主党同僚的公开批，一开始就强调，虽然媒体甲外界拢各种推测，伊有愿会坚定参选到底，拍败川普。拜登进一步指出，若是坚信家己是2024年拍败川普的上好竞选，一开始就袂宣布被定任。过去这一礼拜外的前20日也应该结束。拜登这张批明显比顶礼拜5面对接机所回应的3句话：我是现任美国总统，我是民主党提名候选人，我会留伫这场选举中，口气更加硬真济。拜登了后接受媒体访问，也直接讲，若党内高层大咖对伊有意见，就应该伫民主党全国大会向伊挑战，若无就替伊对抗川普。另外一方面，风声美国华府巴金森市政权会自去年8月到今年3月，8摆进入白宫，对此白宫册被公开澄清，绝对无这件代志。Has the president been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Is he being treated for Parkinson's? No, he's not. Is he taking medication for Parkinson's? No. 8月75周年峰会初稿甲11下伫华府登场。听讲8月领导人面对拜登辩论表现感觉积极，也反川普重新提出白宫会拍乱对乌克兰的援助，对此白宫国安会也加以好人。We're not picking up any signs of that from our allies at all. Quite the contrary. The conversations that we're having with them in advance, they're excited about this summit. They're excited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and the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together, specifically to help Ukraine. 也有美国共和党后礼拜会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川普参选美国总统。共和党伫初八公布2024党纲草案，以互美国搁一摆伟大为名，以内政为主，对外是向准中国，包括计划重建军力甲联邦关系来对抗中国，甲打击恐怖主义。金模上会取消中国上惠国台股等等，也不过说40年来头一摆无出现对台湾立场的宣示，也互这份川普版的美国未来政治方向受到外界关注。公司新闻记完全编译。南韩政府决定到2035年为止，会把医生的人力增加到1万人。也不过，这项政策是予年资较浅的医生真不满，有发起罢工行动。南韩政府是无希望和医生继续对立，伫初八时有对外宣布，要去吊销参与罢工的这医生的执照。南韩所称的年资较浅的医生，因为不满政府实施扩大医学院名额政策，为今年1月开始展开罢工行动。安尼行动也互病人挡袂牢，因伫7月初4也伫街路抗议，要求医生毋通影响韩国的工会品质。到伫初八，韩国政府决定让步，宣布毋管是参加罢工的是不是家短医生，是不是已经登去工作，拢被吊销因的执照。 전공의 여러분, 이제 더 이상 주저하지 말고 용기 내어 결단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정부는 열악한 여건에서도 필수 의료를 선택한 대한민국의 귀한 재원인 여러분이 안심하고 수련에 전념할 수 있도록 하겠습니다. 为顶个月开始，南韩政府就取消对实习医生的各种处罚，希望因个等于病院工作。啊，不过到初7为止，13000个实习医生当中，只有8%等于工作。虽然南韩政府希望打破这局面，扩招经济又完无解决，医生好亲像也是真反对。
共款伫顶个月创立55年以来，三星电子甲工会要求加薪水，计一工年假甲绩效奖金透明化这谈判破裂了后，为这个月初8开始展开3天的罢工。工会也讲，若罢工依然无进展，15也会继续罢工。 아직까지 조합원들이랑 이제 직원들에 대한 교육이 제대로 이루어지지 않아서 참여율이 저는 지금 참여율이 적다고는 생각하지 않습니다. 지금 삼성에서 지금까지 노동 탄압을 받아온 삼성에서 이만큼의 직원들이 참여한다라는 것은 엄청난 큰 용기가 필요한 거고 지금 또 큰 힘이 되고 있다라고 생각합니다. 三星工会会员总共3万人，差不多占所员工的24%以上。有分析就讲，这摆的罢工有6540人，人数无济，佮加上三星已经大大走向自动化生产，所以罢工对公司营运佮产量可能影响无大。公司新闻新竹报评析。 日本的防卫大臣木原稔，也阁有外部大臣上川勇子，七八时利用访问菲律宾的机会，有进行两国国防外交首长2+2的会谈。双方嘛有签署安保互惠协议，未来双方两国会伫联合演习、海上事故、司法管辖权这方面加强合作。 访问马尼拉的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甲外部大臣上川勇子，伫甲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外交部长曼纳洛进行2+2会谈。这座重点之一就是双方签署叫做互惠使用权协议 （RAA）， 主要内容包括未来双方进行联合演习的时，爱遵守地主国规定执行武器弹药的运送和保管任务。另外，针对海上事故的发生，双方安怎决定司法管辖权等事宜。 也拢有明确的规范。菲律宾的军事专家认为，日本、菲律宾两国拢是经济岛屿的国家，也拢面对中国的强势混大。日本有真济所在是值得菲律宾来学习。It will put flesh into our already strong and robust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t will be a great step towards the concretization of trust. It will also lead to greater interoperability, exchanges of information, and other cooperative activities both bilaterally and multilaterally. 未来这项协议若会当得到双方国会批准，菲律宾会成做英国甲澳洲了后第3个甲日本签署类似协議嘅國家。特に最近のセカンドトーマス礁における危険な活動をはじめ、地域の緊張を高める行為に対する深刻な懸念を共有し、国連海洋法条約をはじめとする国際法の遵守を求め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上川勇子所講嘅托馬斯達位於菲律賓西南方的南海海峽，中國叫做仁海達，菲律賓是叫做阿芬丁達。除了中國甲菲律賓、台灣甲越南，也攏講有主權。針對南海情勢，中菲兩國原本特別進行會談來統合情勢，不過在會談進前，中國突然提出指控，講菲律賓在第2托馬斯達海峽倒有毒的廢棄物，使得當地船塢大量死亡，為雙方會談閣投下新的變數。公司新聞徐家珍編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做回來看世界。美國眾議院的議長莊森對外表示，中國對全世界和平即馬產生正大的威脅，所以美國國會會在這屆會期結束進程通過一系列針對中國的法案，包括制裁協助洛西亞和伊朗的中國的軍工企業，賣限制對中國的投資。來關心路透社是報講，洛西亞總統普廷和印度總理莫迪7月初9在莫斯科舉辦會談，雙方即馬是同意要加強協能發展、造船、製藥、教育這相關領域的合作，嘛針對安怎來解決貿易金流支付的問題會進行討論。繼續關心咱的友邦瓜地馬拉，即馬因當地當時雨季已經落大水雨落幾若天，當地做大水出現災情。因的總統7月初8宣布，因全國進入災難狀態，會動用所有的資源去救災。因為根據官方的調查報告，今年雨季較大，已經造成13個人死亡，5個人受傷，嘛超過6700人受災，大約一個已經撤離17000人左右。
来关心东沙宽大是咱台湾头一个海洋国家公园，不过目前海底的漩涡岛是真危险，因为去灌海星这款魔鬼海星生伤济，这一款海星会去食漩涡。为着要抢救这个生态，创水人员已经提注射筒，甲这款海星注醋酸，目前已经有轻度1800多只，伊嘛呼吁政府要赶紧来处理。透过唱水人员镜头，因看到海底全部拢是激管海星。那激管海星掉咧，漩涡岛大部分拢出现死白，而且数量惊人。根据研究团队来算，平均密度每公顷超过1200只，比生态应负担15到30只较济，达到爆发的水准。我们判断这个已经发生超过1年了，这个珊瑚礁呢都已经吃过了，他们喜欢吃的几乎没有一个活的，剩下极少数，所以这个叫80%到90%死掉。这款海星佫叫做魔鬼海星，将漩涡塘树搭，伫大爆发区亲像草命过境，互生态放弃。为抢救生态，唱水人员敢若靠夹一个叶条，或者是摕特殊箭头注醋酸。这摆清除1840只，按过评估依然是无够。极冠海星的破坏比白化还要严重好几倍。极冠海星吃过的地方，他说是10年以上很难再生。生态危机发生在东沙宽大国家公园，虽然甲外宽大台外口再前拖4公里，学者烦恼向东边拖，呼吁爱投入更较侪人力物力，赶伫东北季风来进行的7到9月刷掉。海保署表示会协助负责国家公园署。他们大概目前做法上也会参考郑老师的一个建议，他们会号召大概10几个人出去，也许利用个10天的时间了。海保署指出，自2011到22年之间，捌委托中兴县团队用人工注醋酸消毒太平岛这款海星900多只。这摆也用同款的模式。陈明修表示，即摆亲像海中热带雨林发生森林大火，若无马上介入，恐惊火灾前拖甲更较大、更较远。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柳营有2个里。因的住户是指控讲，有业者伫里庄头无到500公尺的所在咧设饲鸡场，所以因社区不时拢会闻到歹味。虽讲这个案伫民国110年的时，农业局有发予业者许可证，也毋过呢是也被摕到登记证。居民就问讲，这饲鸡场内底鸡仔拢已经饲超过5万只，也佫无摕到登记证。即马农业局有回应讲，目前已经依法开罚单，嘛要求爱改善。台南市柳营区新农里参区域里上摆住户提抗议的牌仔为家乡贴出来，控诉业者无甲因参详，煞伫庄内无到500公尺的所在设一座饲鸡场。居民反映，无论是透北风也是透南风，空气拢臭毛毛，影响到生活品质。逐工鼻臭味，互因强要挡袂牢。嘿，阮本来就足反对伊饲鸡，照理讲，伊就袂当阁继续饲落，影响到阮的迄个生活环境、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土地的污染，伊嘛无顾阮居民的抗议的心声，因硬饲臭鸡屎味，有够臭的。连阮迄5岁孙，我甲载到遐的时阵，阮迄5岁孙就讲：阿嬷好臭哦，臭死了。5岁囡仔会讲啊，你看迄味偌臭。特别业者出面驳回讲，109年向农业局申请设施许可，过当年核准同意。过程中除了有采购示牌，嘛有开说明会，因强调鸡场内底配套措施拢有做好势。农业局回应，110年10月才发布鸡场即只离徛鸡400公尺的驻地条例，这案是旧法设置的。另外有住户佮表出业者并无摕到畜牧场登记证，就偷饲5万只鸡。目前市区稽查员嘛开罚单。所以针对伊即摆讲入鸡吼，这得伊违规啦，所以阮就先甲开一张啊。透过努力想要跟这个促进会协调，可是他们的诉求给我滚蛋，因为我们已经全部都建设完成了啦。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馈的部分啊，不能造成那个环境的污染，这是阮一定爱做甲到。地方居民表示，后续若阁无任何改善，会抗议到底。因呼吁政府相关的申请定数要严格管控。农业局讲会要求业者参住户协调达成共识，才会核准畜牧场的执照。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
台北市的中山商圈即马是愈来愈闹热，不过最近附近的店头拢有收到台北市都发局的通知，讲因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店头就怀疑讲，那亲像是投资客也是经常伫变鬼变怪去甲因检举的。都发局有证实讲，确实是收到检举，才依法处理，卖去听这店头的意见。开伫咧下底高水咖啡店，现场卖咖啡豆，现场冲咖啡，咖啡味正香。伫西南中山商圈巷仔内边有开真侪种店，在地经营几多年的业者讲，自4月开始就一寡店收到都发局的通知，讲被检举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理自治条例，限期2个月爱改善。本来都以为是个案，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经过承办人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是同一个人检举了那么多家。把这一些青年创业家逼走之后，那房子如果租不出去，那就回到过去的旧的模式，我们就等房子烂了，那房东就愿意参与都更或把房子定价出售。业者讲，被检举的违规样态有2种，第一种是店开伫咧6公尺以下的巷仔。第2种是餐饮空间应该设伫咧1楼或者是地下室，依照都市计划法，若是限期无改善，相当会罚到停业。业者即马已经做自救会向民代陈情，认为这种法规已经无符合现主时的情形，安尼先做会造成当地有特色的店收起来，尾啊规个商圈会规个稀微去。一起来讨论。那在现行的规范之下，是不是可以让这些所有的店家，在有些有限的条件之下，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商圈生存？经过检视之后，那大部分是属于路宽不符土管的规定。那本局针对这些违规商家，也陆陆续续做行政指导。台北市都发局表示，若是路宽无符合规定的部分，只要是无影响当地居民，无被记点处分，拢会让暂缓裁罚。这件案件已经受到自救会陈情，将来都发会会尊重在地，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研究对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讲，税厝的市场储税计销爱透明，所以因认为呼吁政府应该爱带头，甲目前包租代管也有租金补贴这资讯摕来做分析，开放互民众来了解讲，伫即颗例啊的储税偌济才是合理，一步一步来解决。高厝价时代，少年人就连税厝拢爱一直考虑计销，尤其税厝误市现象，互租金资讯无够也无透明，难免会拄到凊彩划价处置。租金透明化这件事情，可以就是让促使就是年轻人他们在选择租房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在租房前就是有一些前导的一些概念。这项法规只要求包租业的专租案件，才需要实价定量。按过73938户的代管，甲54万外户的租金补贴率免定量。主体团体呼吁政府将手边有的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资讯，透过大数据分析，搁开放查询，等加做租厝的人参考。我们目前政府手边能有的包租代管业者相关资料，还有他手边有的那些的租金补贴相关资料，都能够把它至少先做一个定期的分析，这样才能去让我们的租赁市场至少从第一阶段的透明化先做一个努力。来看欧美国家各大都市，每一年定期公告无同款区域的租金水准甲起的幅度。若国内公布相关资讯，除了百万税厝人受惠，政府应作为政策规划参考，决定租金补贴金额，或者是继续去社会主体。事实上，我们对实际上租屋市况的资讯是不了解，所以我们的政策上是有点像瞎子摸象。就是我做了，例如说，我们每个月花4000块、5000块的租金补贴，那到底它是够还是不够？事实上，我们也不清楚。主体团体认为，所有享受政府优惠政策资讯，拢该充分报出来。这礼拜是摆新的租赁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都是希望借阶段性改革，健全透明税厝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也若真侪人税厝拢想要税伫社会主体，不过新北市即马有防公规定，管理单位有权会当去封示，而且厝卡是袂使拒绝的。即马就互市议员积极批评讲，安尼敢毋是去侵害民众的权益？
新北市政府是表示讲，会去封市是去针对一寡关怀高风险也有弱势住户，而且嘛讲这个规定毋是新北市才有，其他所在嘛拢有。国内的社会主体一直起，新北市真侪地区都已经对外租予别人，但是民众细着厝了后，只要新北市城乡局和当地的自导中心有需要，拢有权利来封市主体，禁止细厝的人拒绝。那时候租的时候，我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花钱租了，为什么还不能住？人家问我需要哈，可以退。这项规定是写伫新北市社会主体承租办法的第21条内面，明定封市的5天前用书面先通知，承租人袂当拒绝。若是拄到真逼的状况，佫会当跳过事前通知。对这说客是有2种意见，但是议员质疑讲这侵害到人权啊。我们怕他在里面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行为，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跟他约定可以访视这样子。执行上还是会跟他们柔性的劝说，会跟他们约时间去看。含伫咧外口细厝，厝主袂当凊彩入来闭起来，啥喏社会主体就会当安尼做。新北市城乡局讲，社会主体住户真多元，会当透过封市来关怀高风险和弱势族群。第一线的新北自导中心嘛回应讲，目前嘛是照现行的规范来执行，修法完成了，建议转予社会局来接手需要关怀也是高风险的族群的封市。有囤物症，或者是抽烟，或者是一些就是声响扰邻的部分，它有这一条作为一个基础，从社宅的维管或者是经营上，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啦。社会主体这项规范并不是新北市才有的，台北、桃园和台中拢有正相同的规定。所以妈妈基金会认为讲，社会主体的方式有必要性，但是在执行进程应该加沟通，所以客嘛要加体谅一寡，大家拢退一步，将心比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即马天气实在是敖有热。新北市伫新竹市的竹北传统市场传出讲，7月份以来天气遮热，伫内底卖菜的、来买菜的，拢因为伫菜市仔内底热甲身体无爽快，挡袂牢，着刷送病院。内底店头就讲，因为即个市场的设备较旧，而且佫无安冷气，规个市场是烧烘烘，早起8、9点就会热甲挡袂牢。头家哪卖菜，搁爱哪会亏钱。另外一边是放2台电风吹才够用。新竹县竹北传统市场有54年历史，市场内有150个摊商，老旧的设备加上无冷气。7月开始，陆续有来买菜的人，有内底摊商因为伤过头热，无爽快，互人送病院。8点半到9点就开始热了，热的就变成你自己也要工作，又里面又闷。尤其是假日6日的时候，人越多的时候更容易中暑。一天晕倒2个客人，客人会说空气太闷了，那空调根本没做好。夏天的话，为了东西新鲜的话，我觉得如果有空调当然是比较好。竹北市场摊商李淑辉指出，虽然市场内底拢有装电风、参排风的设备，不过因为天气实在伤过翕热，连电风吹出来拢是烧风。希望市公所斗3天解决问题。不只是摊商受不了，现在连消费者都受不了。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啊，因为我们也一直去参访别的市场。改善措施包含专设导流器排风扇、屋顶设置无动力排风扇，同步设置专业的排气机，解决室内闷热问题。另外，在重要的出入口加设工业用大型排风扇。竹北市公所指出，因为竹北市场是开放空间，要装冷气确实有困难。接下来会参市场管理单位讨论，想办法推出改善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根据统计，伫菜市仔买物件，塑胶袋是用上侪所在。环境部对7月份开始就推动各地头减用塑胶袋对市场开始。若伫高雄示范区，就伫量化市场，店头即马袂主动提供塑胶袋，鼓励消费者家己扎袋去底。伫现场嘛有2手的塑胶袋会当摕去用。环境部希望讲，对全台湾47个市场开始试办，希望一年会当减少2成的塑胶袋。下晡时啊，侪侪人来量化市场买菜买物件，有人会家己扎环保袋来装，若是无扎袋嘛无甲头家讨，头家袂主动互你，
因为龙华市场是高雄唯一试办减塑胶袋仔的示范区，店家袂主动提供塑胶袋仔，大多数的摊商甲民众拢会当接受。我感觉这家己做真好，因为安尼对世界环境都比较好。的接受度还算是普遍，大概80%都能接受。环境部是7月开始，甲全国22县市合作推动减塑。初步估计，若是这47个市场推广成功，会当减少20%买物件用的塑胶袋仔。伫龙华市场遮，环保局嘛设二手袋仔循环箱，鼓励民众多多使用。在市场出入口设有二手袋循环箱，民众可取用免费二手环保袋或纸袋购物。其实台湾有超过一半的塑胶袋仔是为传统市场甲夜市仔来的，夜市仔煞无加入这摆减塑行动，主要是消费形态无同。市里面都是比较属于汤汤水水的，甚至还有温度，比如说小汤啦。你无用这个塑胶袋，你叫手提，第一个危险，那也不方便。顾客有时候也不方便性，可能当斟酌使用了。环保局表示讲，会选择龙华市场做示范区，是因为这的消费族群有时段嘛有少年，加上人口嘛较济，目前按算先试办半冬，若是效果袂歹，才会决定要推广到其他市场甲夜市啊。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体大大车拼来关心巴黎奥运特别起鼓，这一届的奥运会伫7月26办到8月11伫法国巴黎。这一届咱台湾代表团有60个选手去参加比赛，若是加上教练甲工作人员，台湾代表团计共有144个人。总统赖清德昨昏嘛专工去国训中心授旗。祝福大家旗开得胜！让代表团团旗，总统赖清德率去授旗，予奥运代表团团长林鸿都祝福选手旗开得胜。这个巴黎奥运代表台湾参加比赛选手60人，野球练、柔道、射击、霹雳步等16种运动种类。赖清德承诺会推出黄金计划3.0，黄金计划2.0，备战巴黎奥运啊！我相信未来应该还会有黄金计划3.0。我们的国手这么努力的站上国际舞台，绝对不能孤单。巴黎奥运参加霹雳舞竞赛项目，2018年洛杉矶奥运无地日，霹雳舞参加选手孙正光会将伊当作竞赛当中唯一一摆奥运参加比赛机会的表现力。目前备赛状态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主要是我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当然有针对上一次检讨的问题。总统赖清德会关心帕运选手的备战状态，添加油，希望这一届由教练选手后勤支援组成的国家队，超过顶一届东京奥运12面金牌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亚纳地理这个国家有一个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